2026年6月30日每日靈修，時時裝備警醒，等候主再來的日子。597主若今日來，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加利利人哪，你們為什麼站着望天呢？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，他還要怎樣來。使徒行傳1章11節。小故事：一位姊妹在主日早上去教會，卻發現教會的門是關着，於是她按門鈴打電話，卻沒有人開門。已經到了聚會的時間，卻仍然不見有人來到教會。她的心開始害怕、焦慮。她想，今天明明是主日，為什麼教會沒有人呢？難道是主耶穌已經來了，弟兄姊妹都被提到天家？是否只剩下我一個人沒有被主接去？他越想越覺得害怕，忍不住在教會門口大聲痛哭，向主認罪。後來他才想起教會當天是戶外崇拜。默想，請思想，如果此時主耶穌來臨，你是否已準備好迎接他？你是否能坦然的面對他？求主幫助我們，每一天能在大事小事上都能成為合神心意、被神使用的人。禱告：我們在天上的父神，感謝你讓耶穌復活後，也為我們升天，也在天上為我們預備地方，他還要為我們再來，接我們到你那裏去。天父啊，求你幫助我們，時時警惕警醒，保持我們堅定的信心，緊緊跟隨你，為你而活，凡事討你的喜悅，讓我們無論何時與你相見，總是歡歡喜喜的迎見你，被你接納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